第六課屋企家庭生詞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阿爺、阿嫲、阿公、阿婆、老豆、老母。你屋企有幾個人？我屋企有5個人，阿爺、阿爸、阿媽、家姐同我。你爸爸媽媽做乜嘢？阿爸做工，阿媽賣嘢。你姐姐結婚未？佢結咗婚，佢老公係香港人。佢哋有冇仔女？佢哋有2個仔女。生詞老公、老婆、先生、太太、丈夫、妻子、大個、細個、小學、3年級、幼稚園。你係乜嘢人？我係華人。你老婆呢？佢係越南人。你今年幾多歲？我今年50歲，大過老婆2歲。你哋有幾個仔女？有2個，一個仔一個女。佢哋幾大？個仔19歲，讀緊大學；個女16歲，讀緊中學。